大家好，我係阿 Kim。今日係2026年2月2日，因事快閃香港3日。呢條片就簡單記錄我由機場去到酒店嘅過程。先買一盒維他檸檬茶，同幫八達通增值。500蚊入晒嘅。係同埋你卡卡唔該你。同埋儲分10蚊呢度。OK 嚟翻完啦嚇，hello。之後就要經過呢條被香港人稱為最傷心嘅斜路，因為走過呢度，便意味住快樂假期正式告終。第日就得重返職場做社畜。以前我都有少少呢一種感覺，但近幾年我每次走呢一條路都好興奮。坐 A32巴士去荃灣。今次我入住嘅酒店係大窩口嘅帝盛酒店，位置有啲唔方便，但比較平。呢條巴士線會經過我以前嘅故居長青村青松樓。我由出生就喺呢度住咗28年，如今已經唔再係我嘅家。我不是歸人，只是過客。40分鐘左右就到達總站。呢度係葵涌村，係比較新嘅屋村，2008年先重建而成。當年我住青衣嘅時候，都經常會經過呢度，但真正嚟呢度係第一次。我都要用 Google Map 確認一下酒店嘅位置，應該走路10分鐘內就可以到酒店。果然唔使10分鐘就可以走到。check in 嘅人唔多。第一次入住通常都要填一啲基本資料，之後第二次嚟應該就唔使再填。19樓嘅。攞房卡嘅時候有提供 WiFi password 同埋去葵芳嘅免費接駁巴士時間表。就房間電話打2字約翻個時間。哦，好啊。房間都算大，就算2個人住都好足夠。景觀就一般，對住工廠。其他都好滿意。